台中有一间药商，伊卖医疗用的这上诉和中部医疗院所，今日和这离职的员工出面指控讲，因为甲这工业的上诉揽在咧内面，甚至过期了后，甲这飘头改掉，搁再摕出去卖。目前呢，这是安署和检方有抄到一寡证据，也当咧调查。医疗用的钢铁罐送到气体电厂厂灌散所，验过灌入去的气体煞是工业散所。台中太平一间有药商资格公司，互离职前员工指控涉嫌以工业散所代替医用散所卖予医疗院所，甲为过期的散所桶改标。客户那边再回来，不是变空瓶吗？然后他们再把打工业的进去，也就是说第一次是合法的，第二次到99次可能是非法的，但是那个氧气会有效期。如果效期一到的话，它就是开始改标了。但信社表示，以一桶液体散素为例，医用散素正价成本是1350块左右，要不过工业散素是1005块，价差345块，佮卖出一桶会当达到2000块。甲公司合作的下游医疗院所有10外间，地点偏及中中到3县市。台中市是安处强调，今年8月接到检举，甲检调发动搜查，伫业者工厂查获气体分装工区自行列印标签，甲亲像南向工业气体电厂的医用散素有29桶。经配合台中市料处到现场的搜索，发现有气体分装工具、封膜以及厂商自行列印的检查合格标签等物证。另外有混用工业气体的嫌疑，总计有29瓶，由台中市料处现场封存并责付保管。医用散素为2019年起到封到的药品管理，台中营总表示，通常是重病也是胸腔疾病的患者会使用医用散素治疗。工业散素互当作医疗散素使用，会有顺导不足的问题，佫可能掺着一氧化碳甲环境有害气体，长期使用会危害健康。所以它有可能纯度不足，或者是里面掺杂有其他的气体，甚至是对人体有害的气体，比如说一氧化碳或者是甲烷之类的气体。长期使用就会有安全的疑虑。业者拒绝说明，检方强调，这间公司姓陈负责人涉嫌违反2项药事法，假造文书诈欺等罪嫌，目前扩大侦办。食安处表示，已经要求业者回收45支散素桶，无经过核准擅自制造到涉及制造假药，相当会当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